后来乡亲啊，华视新闻杂志又个得奖了。实行台湾看见风高的专题报道，在300多件作品当中拼到头名，得到曾虚白新闻奖的公共服务报道奖。2019年，詹希碧先生新闻奖公共服务报道奖得奖名单公布。华视新闻杂志实行台湾看见风高专题报道，在超过300件报名作品中得到评审的肯定。透过这个节目，我们的社会阶层的差异，其实需要更多的政策的努力。主计总处调查，上关锁定组甲上计锁定组会使支配锁定警察超过6倍。好业三的落差是最近几年来上悬的，而且前10%的好业人有全台湾63%的财富。新冠疫情过了后，情形更较严重。希望用专题报道为当前愈来愈两极化的社会找到平衡点。华视新闻啊，向来就是以公共服务，然后追求公共价值为最高的报道原则。除了每天关心疫情全球的变化，其实我们也很关心疫情如何影响我们每一个人，尤其是影响到原本就弱势的民众。好业三落差是难解课题，身为公共集团的华视，先尽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，为大众发声。华视新闻，赞赞赞！